平安。好，时间已经到吼，咱做伙来祈祷。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摆会通透过网络来组织，要来查考出来及记30章，进一步也是讲伫即个出来及的记载中间，搁重述着祭司诶服侍，甲伫会幕的服侍，也阮搁一摆来思考对伫阮现在的信仰的追求来成做阮的帮衬，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弟弟。阮即时也特别少年阮的兄弟高祖亮阮的姊妹桂梅姐佮即个苏晴姐佮有彭荣芳兄弟伊伫台大咧挂急诊准备要来住院，也恳求主你的圣神甲因三个弟弟，也享受你的保守看顾。甲因三个弟弟，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主你亲自来开启阮，互阮来明白。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来，咱欢迎迄个小云姐吼，今仔日大家甲参加伫咱的内底吼，咱要对出来及记30章来分享啦吼，咱若准看出来及记30章，大概是咧重述吼。咱之前拢有讲过，对25章开始，讲到会幕的起造啦、寸尺啦、材料啦，等等遮的，甲祭司的服饰吼，伫遮有小可浓缩啦吼。伫圣经学家有分两派的讲法啦吼，有一寡学家感觉讲这是一个后面搁加入来的一段的记载啦吼，就是讲甲因后壁已经成做一个犹太教的祭典传统搁甲伊写倒入来吼，写搁较详细安尼啦吼。但是嘛有另外一派的学者感觉讲伊这看起来嘛袂讲介唐突啦吼，就是讲伊嘛是抑个甲头前咧讲着祭司割立即个割抹了后设立就职了后，搁来讲一摆也不违和啦吼。不过无论安怎讲，就是讲，互咱搁一解较清楚知影提供一寡资讯吼，互咱会通搁较进一步来了解东西市的制度啦吼。我会用一寡咱现代所拄着的情形来做一寡对比，来思考啦吼。即内底较特别的是出现一段吼，甲前后文无啥关系，讲着人口普查吼，人口普查，这是真趣味会出现啦吼，因为伫头前也是伫后壁差不多拢无讲着人口普查，讲你着爱点人数吼，嘿。无吼，虽然咱去看着出埃及记的迄个12章、13章咧讲着因出埃及，也是民数记会讲着因约出埃及有60万吼，
即个60万的数字一出来，咱就知影讲因有点人数啦。迄种点甲咱今仔日咧讲的即种点，阁有小可无共款，吼。今仔日即种就是讲上帝清楚交代，爱去点人头，吼。点人头的目的，大概就是过去来讲啊，吼，也是讲现在的体制来讲，大概有2个目的啦，吼。只要是出现人口普查，第一个甲经济有关系，就是缴税有关系啦，吼。第二个就是甲要点有偌济人会当做兵，吼。当然即马是拢用户口的资料来做依据，吼。所以基本上就算无人口普查，嘛会通知影咱有偌济人口，会当做啥物代志，会岁数会偌济，大概拢知影。过去无即种制度的中间，就是爱做这人口普查。后壁我会用一段较斟酌来讲到即个人口普查的代志啦，吼。这个真趣味，就是讲咱对伫阿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是单操一个，甲因太太，伊到100岁才生第一个囝。但是上帝托阿伯拉罕的应允是讲，伊的后代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遮尔济。那安尼时阵，出埃及的时代是60万会当烧钱的查甫人。那用社会人口去算的时阵，大概会200几万至300万即骹兜仔，吼。咱知影讲这人口已经是袂少啊，吼。伫雅各72个家庭的人入去伫埃及，甲因出埃及430章即个中间，因的人数是稳啊100倍安尼吼。咱会当看到讲，上帝互阿伯拉罕的应允，真正是实现啦吼。好，对于出埃及记第30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咧讲到烧香的段，就是香坛啦吼。咱知影吼，伫会幕的即个起座的中间有2个段，吼，有2个段，一个是烧香的段，另外是伫会幕外口是咧烧祭物的段，吼，无共款吼。所以咱大概爱知影，即个内底是藏伫会幕内底迄种烧香的段，吼，是这有小可无共款吼。伊相款的记载伫37章会阁出现一解，吼，会阁出现一解。共款吼，伫这我都无要一字念吼，我放伫咱的资料内底，咱才家己来看吼。但是伊都有伊的规定伫咧吼，包括伊的材料、伊的寸尺，伊要用啥物材质来做安尼吼。好，第1节开始，咱来看即个今仔日的经文。伊讲，你着用金合番木做一座烧香的坛，是4方的吼，长甲宽拢45公分，悬90公分。坛迄4支甲翘起来吼，甲坛是连做一块吼。伊毋是用升起的，就是爱连做一块吼。坛的顶面吼四围以及遐个角，拢着用纯金包地吼，是咧，嘛着伫坛的四角来框金线。第4节，你着伫金线的下面坛的双边才能支花杆的顶面做2个金圈仔，通穿过即个来扛即个坛吼，着用金合番木做棍仔，用金包地吼。咱进前咧讲到即个祭坛的起座的时阵，咱就已经讲着是安怎拢会用棍仔吼，无论是即个约柜也好，是即个香坛也好，因拢会用棍仔，是因为因是游牧民族，吼，随时要跟着他们移动的方向走，所以因起会幕。会幕就是讲帐篷的意思吼，所以咱用安尼个方向去甲想的时，咱就会当了解这个棍仔的目的要创啥物货吼。金合番木咱已经有讲过，伫好好本的圣经讲这叫做造假木啦吼，
这是伫因迄个地区常常用来做家具的一个真好的木材，所以伫咱大概是看到因的起造的中间，两种差定定会去看到啦这个是其中一个金马原木好，形状甲寸尺咱拄则有讲咯，45公分，45公分，四角形的伊的宽度差不多90公分啦90公分的概念都伫倒，就是差不多咱即马厝内琉璃台的宽度啦有的人的厝内琉璃台是90公分，有的人是85公分差不多是安尼啦一般若中文来讲叫做及腰甲咱一般的人来讲，伫腰的部分安尼所以真方便去要烧香要用的一个宽度啦好，咱知影迄个四支角，伫迄个四角形的45公分的四角形无介大45公分差安尼尔无介大伊即个专门伫烧香即有四支角四支角。咱知影迄个四支角，就是每一届祭祀咧献祭了后，迄只公羊的血，着爱抹伫即个四个角来互伊洁净用黄金、纯金来甲伊包咧，甲伊控金线无论是金环还是即个棍拢着爱甲用金包咧，所以整个的咱咧讲的玉柜甲即个香坛。拢是用金包的咱拄则讲外口咧烧祭米的，迄个坛毋是用金金的熔点较低啦伊外口迄著是用铜用铜。咱伫进前规章拢有讲着啦好，对第6节开始看到第9节你着将香坛放伫玉柜头前，张你的头前啦伫玉柜的顶面会挂3对甲米3对，遐是我甲你相会的所在。阿伦逐早起整理灯火的时，着伫坛顶烧芳芳的香；到伫黄昏，阿伦点灯的时，嘛着烧香。恁着世世代代伫上主的面前不断安尼烧香，毋通伫即个坛烧别款的香，嘛毋通伫遮献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所以咱知影，即个第9节所写的有几项物件，就是拄则咧讲的，讲伫咧献祭米的坛是伫外口的，所以即个内底袂当献，亲像羊啦、亲像牛啦，即种较大有肉咧烧的物件即个部分就是伫外口伫外口一个是室外，即个香坛是伫室内这有差别。过来咧烧化祭的坛是伫外口，而且佫较大，但是即个香坛是细细45公分四角，所以要放羊嘛放袂去但咱大概知影迄个概念啦伫遮佫较特别重要，咱等下会讲到别款的香到底别款的香是啥物货咱连伊才来讲啦我大概互咱看即个图共款是对即个圣经的即个前报站出来啦咱知影伊问好，来伊有遮个物件伊香坛伫遮，香坛伫遮即个玉柜伫遮咱佫出来看，这就是外口咧烧祭米的、烧化祭得用的，这是洗濯盆洗濯盆好，这个就是香坛这个伫遮这大概互咱看，这就是伊的埕啦这就是伊的埕有位置这是入口这是烧化祭的所在这时才慢慢行入去内底安尼好伫经文咱若看文字，咱大概无介了解讲迄个香坛放伫玉柜
长梨仔的头前吼，啊，那咱的了解是讲，你爱讲长梨仔的另外一边，咱就知影讲，一个是伫内，一个是伫外啦吼。所以伫文字顶悬的了解是咱爱搁较斟酌啦吼。咱倒转来看这个图吼，圣经讲这个香坛爱放伫约柜甲挂烧对长梨仔的头前。有当时对文字来看嘛，可能是这个嘛是头前啦吼。所以，咱来知影讲，伊这至圣所内底只有这个约柜尔定，香坛、点蜡烛火，这个咱来讲金灯台，甲这个陈列品的桌，拢伫圣所吼，伫圣所内底敢若这个伫至圣所吼。好，咱就知影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着讲，其他的经文也有讲到，这个是希伯来书所讲的经文吼。伫遮咧讲到第9章，希伯来书第9章也咧讲到这个当初时的位置吼，位置。我哪互咱放伫资料内底，咱则家己来看吼。伊特别咧重点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摆去哩吼，来献家己甲百姓的这个赎罪祭吼，伫这个所在吼，这会较无共款的所在吼。过来伫希伯来书第9章就讲到圣神用这个来指明头一点的账目吼，这个这了后，咱会讲到耶稣受定了后，迄个账梨仔就开去吼，咱就无需要去透过祭司的献祭，咱直接会当上帝来祈祷啦吼。所以这个大概甲新约来做连结，甲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做连结的时阵，咱就会当去来上啦吼。所以一个是看起来是3对，事实上是用长梨仔来隔开吼。好，咱知影吼。烧香的时间伊有讲早起是一届，甲下暝是一届，甲亲像咧献公羊共款，早起是一届，日落进前嘛搁一届吼，共款一工2摆安尼啦吼。所以咱知影伫室内的馨香之祭，就是用这个纯的香吼，伊迄是香的粉啦吼，香的粉是无共款的，这伫室内吼。伫室外是会透过这个迄个油吼，来有这个烟冲出去吼，这无共款的物件吼。好，咧讲到香啦吼，我前朋友咧讲吼，讲宣教师来台湾的时阵，伊咧甲咱基督徒讲，咱袂当举香啦吼。并毋是讲是圣经内底无点香的代志吼，所以咱爱清楚啦吼。伫犹太的传统，伫旧约的传统，伫会幕甲圣殿的传统，甚至到伫东正教甲天主教，这个点香的做法，佫拢存在吼，佫拢存在。一直到解决中开始来做无共款的思考，特别是到台湾来讲，咱若举香哦，你知影，你若准讲要去外口买香，大概你就是去人迄落卖金纸店遐去买啦吼，也是讲咱即摆杂货仔店嘛会当买啦吼。你买来客迄种香，就甲一般的民间宗教共款吼。所以要本土化，甲伫圣经的记载中间，咱的宣教师来到伫台湾的时阵，就甲咱讲，咱莫去举香，因为你若举即个香，互人感觉讲，你着甲迄个原来共款啦吼。这是因为安尼来吼，这是因为安尼来。好，我互咱看吼，这是天主教台湾天主教的这个因的网站吼所掠落来的图啦吼。这个所在伫倒位呢？伫台南的盐水吼天主堂吼。你若有机会去看的时阵吼，伊整个的建筑伊画的图，你除了看到十字架吼，你毋知影讲伊迄是教会啦吼。真足神庙仔的吼，足神庙仔有够神啦吼。含迄个耶稣上着敢若亲像布拉安尼吼，
这是盐水天主堂啊，这是伫屏东，屏东咱知影诶，因有咧迎玛利亚啦啊，你整个去看因安尼，就足像是一般民间宗教咧迎妈祖安尼共款你也看到另外一张这有成咯这去行过这个什么福德正神安尼啊啊，这个穿插这个做法完全甲民间宗教咧旧历3月份咧迎妈祖安尼足共安尼啦这个是天主教用本土化本土化的这个宗教行为伫敬拜上帝，还是讲，其实因真重要，因的祈祷拢是透过玛利亚透过玛利亚。好，啊，过来是我伫台南台南翕的这是台南的主教主教的这个天主堂啦主教座堂啊，这个看起来嘛足像去宫庙内底这是天主教因足来台湾了真注重的一个本土化。你注意下看，对联，则佫有上联天上圣母啊，这迄落民间宗教嘛咧讲啦好，啊，佫来才有一个祭才有一个祭。来，你注意看这，我甲你放大啦这个这个是香炉啊，香炉边仔呢，你看啊，着师呢。这着去民间宗教迄个所在买着共款拢共款的物件。啊，伊内底插香，就是一般民间宗教伫用咧插香啦这是伫天主教内底啊，你也看伊即个天棚会做的部分除了即个无共款以外，这拢是甲因民间宗教的迄个共款这是因外口外口做起来嘛足东方式的一种。会启发啦啊，这个这是因的主教的记号啦主教座堂的记号这个咱咧讲如意啦这个是传统建筑内底的如意这嘛是民间宗教最爱用的物件好，所以这个香伫犹太教的这个做法是用。迄个香粉，毋是亲像咱台湾的天主教咧用，是用外口迄种亚香的亚香的安尼啊，香粉因做的，佫有一寡真严格的规定咱连面来讲啦但是因即个礼仪着诚做世世代代上帝规定，因以后着拢爱安尼做的一个记号好，这个香坛伊讲敢若会当烧。迄个摩西所规定迄种的香粉尔定，所以你若要做烧化祭啦这个燔祭这烧化祭啦、素祭啦、奠酒祭，这个拢爱伫外口，袂当伫咧内底。所以这个真严格的规定啦，迄香的种类嘛真严格的规定啊，为什么要安尼规定？这是有意思的因为亲像咱拄则咧讲台湾的天主教为着要本土化，起个礼拜堂，因的这个做法拢足像民间宗教，但是伫圣经出来记今仔日30章所咧甲咱讲的，平甲其他的民间宗教共款，有咧烧香，有咧点香炉，但是呢，伊伫这所在是足特别严格规定，爱用倒一种香，袂当滥插咱咧讲袂当用别种香，即种别种香，咱对翻译了的字面，咱看袂出伊原来意思。伊原来意思是咧讲真奇怪的香啦，真奇怪的香。安尼来讲，就是讲，即个奇怪，咱会当更加确定讲异教，毋是上帝所规定的，毋是伫犹太教所会当用的，较真奇怪是滥插着其他宗教使用的物件，所以伊才禁止。
那用安尼来反省，对天主教来讲，咱感觉因迄个本土化的宗教行为伤过 over 去啊，吼，这互咱了解啦吼，所以毋捌做正一寡人会感觉讲怪怪安尼啦吼，好，所以拄则咱看着遮个盐水的天主堂也好啦吼，这遮物件吼，拢看起来足神秘啊，足像佛啊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这若照伫今仔日出来及第30章的精神来讲，伊是感觉讲不好啦吼，不好吼，好。香的制作，咱后壁再来讲啦吼，伊后壁有规定吼，34节到38节。圣经的考古拄则讲，当初是伫其他的宗教大概嘛有即种的香坛，而且尺寸差不多，没有差很多啦吼。但是真歹势，我找无迄个图片吼，我若找有图片，我会当去放来互咱看吼。好，第10节吼。阿伦一年一摆，这就是希伯来书第9章所咧讲的吼，用赎罪祭的火抹伫坛顶的四支角，甲香坛做洁净礼。恁世世代代着安尼做。伫即个坛顶悬的面前，是上帝的面前是至圣的吼。好，一遍搁一遍吼，这是伫一年一遍这4礼拜伫圣殿内底咧轮班咧服侍献祭，进前伊拢爱用羊羔的火来甲伊洁净过吼，连续爱7天吼，咱29章有讲着吼，要7天吼，每一天都要献一献一样吼，早晚吼，好，爱抹4个角吼，好，这个4个角表达的是啥物货？毋是即4支角尔，伊咧表达全部啦吼，用安尼来讲全部，所以整个的即个香坛就变成做清气的、洁净的，是互迄个香火来抹清气吼，咱讲羔羊血的即个保守安尼吼，这是全部的意思吼，一可能长安尼啦吼，所以这是香坛的洁净礼，所以祭司就是爱安尼将遮的器具香坛吼，了后呢，伊伫这个经文来讲吼，伫上帝面头前着看做圣吼，伫即个内底摸着人，伊嘛会当诚圣吼。好，11节到14节安尼吼。上主阁对摩西讲：你调查以色列人口的时，着逐个人为着家己的性命献赎金互上帝。咱若简单讲，这叫做感谢祭啦吼，感谢献金安尼吼。则免伫普早的时在下临到恁。所有点算过的人，逐个着照圣所的工钱摕6公克吼银来献互上主。所有点算过20岁以上的人，着将6公克的银献互上主。好，这个20岁以上的人，就是表达讲他是可以出去战争的人所以这个犹太人咧点人数，伫圣经咧讲有多少人，有多少人5000人吃饱啦吼，60万人啊，这拢是咧讲20岁以上这个老人无算，妇人人无算，囡仔无算吼所以这个人数都还要再乘以4或是乘以5，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啦吼。好，15节到16节，好嘅人毋免出较济，善车的人毋免出较少，逐个人着拢献这个6公克的银互上主，做性命的赎金，就是讲上帝的救赎，安尼来纪念来献。你着对以色列人收这个赎金，做会幕的路用吼，注意甲看吼，这是会幕路用。那用即马现代概念讲，做教会路用安尼吼，互以色列人伫上主的面前得到纪念，这是恁性命的赎金吼。好，调查以色列人的人口啦吼，为什么要调查？这段经文会通讲伫30章突然间插进来的一段话啦吼。
你若要讲完全没关系吗？其实它有关系，因为收奉献的目的是要互会务来使用，所以跟前后也有关系啦吼。但是对突然间讲的调查人口，跟前面的献祭跟后面又没有关系哈，所以咱大概知影一下哈。好，其实我拄则有讲到讲，比如讲出来击60几万的人，因拢有调查过吼，但是没有正式讲着爱清查，还是讲普查吼。好，那咧讲家谱嘛是咧算人数，嘛是咧算人数，只是没有明文规定安尼尔尔吼。所以普查，咱咧讲一般的家谱人数，伊讲这毋是普查吼，当然毋是。伫即个所在，圣经内底有咧讲上帝交代以色列人爱做人口的普查，即种是针对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伫民数记内底出现几摆吼。我后壁会甲即个几个人口普查的记载甲咱讲啦吼。好，清查人口的目的就2项，就是战争要征兵啦吼。我有偌济兵通去用，过来就是收税金啦吼。今仔日的经文咱一看，咱就知影讲即个就是要来抽人头税啦吼。我连咪则甲咱解说讲，啥物叫人头税吼？这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佫较无共款吼。我那有啦吼，我那有等下我较仔细再来讲啦吼。所以点数原文希伯来文有讲任命的意思，分派指派的意思。所以我点着你的数，你超过20岁以上，我就指派你安那爱纳税金啦吼，爱缴税，缴即个得到性命保守的税吼。好，咱第一个看到讲。出来记12章37节咧讲到，因出埃及的时阵，约略查甫人会当行，也是讲战争吼，约略60万。伊讲除了妇人人甲囡仔吼，安尼60万吼，这是明白是咧记载讲，我有偌济会通战争的人吼，伊就是安尼所以咱会当讲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有60万大军吼，安尼咱就知影吼。好，佮另外伫民数记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咱有看到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后，上帝安那就交代摩西伫西奈的旷野，伫遐你着爱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这是为着要战争。伊第3节有写吼。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咱知影清点人口2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税金跟当兵征兵就是爱互因会通去做兵安尼所以伫遮讲真清楚，今仔日的经文讲到要爱缴税。伫即个民数记第1章则讲到要打仗打仗。好，第2个是民数记26章第1节到第4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的宗族，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和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应该是说以上的计算总数，照耶和华吩咐的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的话，OK。圣经学家甲这2个第1章甲26章甲当作是同一个是同一个记载2次而已啦这是因的意见另外伫撒母耳记下卷24章第1节到17节，大卫的时期，大卫为着要确定伊有偌济兵通去用，也是讲
有的圣经学家建议讲吼，台币是为了要炫耀他的军力啦吼，啊，这毋是上帝交代伊做的吼，所以伊因为这样代志，伊嘛得罪上帝吼，所以上帝就互台币甲以色列人得到处罚啦吼，3日内死7万人。哦，你感觉讲，哦，我有足侪兵通可用吼，结果3日内上帝互伊死7万人吼，还是讲因可能拄着瘟疫，还是啥物的，死7万人拄伫迄段时间内底。吼，咱就知影讲，上帝并毋是真正爱伊安尼做啦吼，因为咱知影咱若看到迄个，搁另外一个我无写吼，就是迄个基甸啦吼。基甸迄其实毋是点数，但是伊嘛足清楚有讲着人数吼。因本来要派2万大兵啦，要1万啦，尾仔上帝爱伊安那，爱伊派几个人？300个人尔吼。所以我靠上帝无一定爱用大军队啦吼。这是这个概念，放伫台北即件事件，咱着清楚知啊。基本上是照上帝旨意，毋是照你手中有偌济材料吼。这是清点人数伫台北的时代所拄着问题。新约清点人数就是耶稣降生的时阵啦吼。这就是有一寡解经的是讲历史记载的问题吼。照着历史记载，大概是耶稣也是主后6年、7年，迄个时阵才有迄个真正的报户口啦吼。就是有圣经学家伊建议是安尼啦吼。伫当这时呢，有2摆的清点人数，主后6年啊、7年，迄是算第2摆。因用什么根据？咱知影圣经学家要解说圣经，伊要有圣经的根据啦吼。它的根据在第2节这一句话吼，我甲经文读一下吼。盖萨奥古斯都都有旨意下来，奥古斯都哈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圣经学家认为这个头一次就是有第2次，所以因伫历史的记载中间，伫主后6年、7年的时阵，真正的一个清点人口，听讲这届这个没有做成啦，没有做成吼。这是咱咧讲，毋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吼嘛。毋是犹太人的王下令，其实这是一个地方分封的王的一种巴结啦吼。伊就为着要迄个互这个罗马皇帝欢喜安尼啦吼，所以伊就来做这个报名上册，咱台湾话叫做加价啦吼。逐个人拢爱当伊家己的姓，也因为安尼才做成。耶稣基督的老爸约瑟甲玛利亚，因无客店通好住，就爱去住伫马槽内底，爱搁生伫马槽内底吼。这大概互咱知有即种论调吼，伫圣经研究界内底有咧讲的部分安尼吼。所以咱大概知影有这样的事情在啦吼。我们也不需要去用伤个时间去辩这个物件这个查证的事情和圣经历史学家、圣经学家去咱大概了解就好。这甲真理甲救恩无啥关系安尼吼。特别咱了解啦吼。好，点人数了后，目的是要来收性命的赎金，就是讲上帝甲你拯救了后，你为着安尼来献上感恩的这个。祭安尼吼，这是直接讲着用金钱用金钱。过去拢是献钱啦吼，鸽子献羊啦吼，做这个赎罪祭、感恩的祭安尼吼。伫这个所在，清楚就是开始用钱，因为这个会务开始出来了后，有一寡固定的开销。伊用这个方法来互因来奉献金钱，来成做会务的使用。这是今日经文内底足清楚写着。好，
20岁以上的有缴税的义务，吼，20岁以上就有缴税的义务，吼。但是咱即摆来讲，就是讲，你只要有趁钱，你就有交税、报税的义务啦，吼。嘿，所以大概概念顶悬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你古早无有真清楚的即种做工课得到薪水的即种的制度啊，伊就规定20岁以上安尼吼。6克的银吼来交互即个会务来使用安尼，所以是交互祭司啦吼，就交互祭司。所以固定的金额吼，咱叫做人头税啦吼。清点人口一个人要缴多少钱，这个叫人头税，这叫人头税。我拄则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是因为咱的教会奉献的收入毋是安尼做，是咱当然是即个劝勉咱的会友爱养成逐个月有奉献的习惯，但是咱没有强制性没有强制性。过来就是讲，咱交互中会总会我连伊佫讲着好。为着陈设饼是长线的数据、燔祭、安息日等等这的物件所需要的这一切费用，所以才着安尼来收这的银，然后听做这个圣殿的使用啦吼。所以咱知影讲，圣殿若是讲会务使用就是咱即马咱现在教会体制讲，咱的经常费使用，就是教会里面经常费的使用啦吼。咱来讲经常费的预算就是安尼从约定奉献、11奉献、感恩奉献等等这的来做这个吼，这是等同啦吼，等同好。美国长老教会甲地方教会收是用人头税方法啦吼。牧师所属的这个美国长老教会 PCUSA 吼，因为长老教会有几项无共款的组织，上大就是这个 PCUSA 吼。中会地方教会收就是用人头税per capita，这个就是我会记得我离开的时阵吼，每一个在职会员一年是45块美金啦吼。最近我看到中会传来资料，大概起价差不多50块一个人一年安尼吼。所以你若教会有100个人来讲100个人来讲，你一年就是爱交5000块美金去互中会，中会才去交互总会安尼吼。所以伫美国长老教会就是用人头税，不离符合今仔日经文所咧讲即个部分啦吼。我拄去美国牧会是即个信义会吼，因的做法佫无啥共款啦吼。伫像奥地利牧师年迄阵伫奥地利咧读册吼，德国的教会体制你只要是比如讲咱知影因伫遐就是信义会，还是讲路德会，伊是差不多是因的国教啦吼。天主教是佫另外吼，因为马丁路德改教了后。信义会 Lutheran Church 就变做大宗，天主教换哪有东正教，换哪有较东欧这边遮的。好大概是信义会做主体的这正统的教会，互因的政府来承认所有会当伫这个国家内底宗教部来接纳的教会，拢会通拢会通来成做正式的教会，而且爱交宗教税，爱宗教税，伊就毋免交普通的迄种所得税伊当交伫宗教税遮吼。当然伊买东西的迄种税，迄个另外啦吼。好，宗教税要创啥货？就是礼拜堂拢国家管。礼拜堂派去国家修理，这个牧师呢是公务人员，伊领国家的社礼，薪水安尼，所以嘛因为安尼做，欧洲大部分的教会，特别是北欧，对德国
奥地利、德国、伊北甲即个北欧这个国家，你会当看着讲因的教会没落足紧的，因为因无咧思考教会发展啊、传福音啦吼。啊，对因来讲，伊出世就是教会人啊，就是基督徒啊吼。啊，迄个信仰变成做宗教，佮变成做文化。啊，文化了后，伊感觉讲，我着出世的时阵，爸母甲我带去教会洗礼，天主教嘛安尼哦，洗礼啊，过来咧，结婚的时阵叫伊去礼拜堂一届，伊讲一世人去礼拜堂3摆啦，出世，小儿洗礼，结婚啦吼，甲葬礼安尼啦吼。所以你会看讲，伫欧洲真济教会没落非常快，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啦吼。我说其中一个而已吼，咱毋是全部的原因吼。嘿，这个互咱来看啦吼，就是讲，我最近一直咧甲咱强调讲，咱无宣教袂使，咱无分享袂使，咱袂晓讲话袂使，因为咱就是爱去招人来伫教会内底吼，这是咱对遮看到的一个问题安尼啦吼。啊，过来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毋是用人头税，咱用趴数吼，咱用趴数。咱即摆就是讲，伫教会一年所收的经常费的总额，建筑基金。咱有成立的其他基金就不算在内，就是经常会包括约定奉献、11奉献、感恩奉献、等等遮的节期奉献，加总数了，中会甲咱核算，用趴数讲，你每年爱你交偌济吼，去中总会安尼吼，中总会好。我等下会用红字出来吼，咱即马目前的常年部。常年委员会、妇女部总会妇女委员会用人头税哈，人头税就是一个常年团结的正式会员，所以咱的教会变做爱用收会费的方式哦，因为常年部甲妇女部有咧收人头税哈。我讲这叫做多数的啦吼，为什么？咱已经有中总会负担金啊。整个的教会，因为常年团契甲妇女团契伫教会整体内底啊，那有去了常年团契，搁爱交一笔钱去哩，我叫做额外的哈，迄个额外，因拢用人头税啦吼，一个人头税偌济钱，着爱交去互常年部吼，常年部安尼吼，好。所以咱咧知讲，这个。人头税哈，清点人口之后的人头税，基本上就是经常费的开销。伫会务内底经常费开销，就照安尼收哈。这嘛是咱即马伫教会、伫行政教会底运作咱的宣教基金啦，还是讲咱的关怀啦，等等遮的，像咱最近咧募16万圣诞节的活动，这拢是对安尼来支出这个教会使用活动等等遮的开销好来，过来讲20岁以上，咱知影成年啦吼，可以打仗的年龄就开始要缴税金，这是啊。过来呢，他特别的是讲，他不排富不除穷啦吼，善食人嘛无缴较少啦吼，这个好嘅人毋免缴较济啊。为什么这种的齐头税吼？咱讲齐头的平等啦吼。为什么会有这种齐头的平等？这个不是在上帝的公义里面哈，上帝公义是，较有的人爱去帮衬无的人，这叫做公义哈。但是为什么伫遮特别用一个齐头税伫这个所在？因为伊叫做迄个性命的税金呐，逐个人的命拢一条，拢平济条，平济钱啦，平重要。变价值，用这个概念来讲的，所以好嘅人嘛是共款缴遐钱，善车人嘛缴遐钱，因为拢一条命哦，得到这个命，所以爱用安尼来献祭吼，上帝吼，这是所以这个咱知影点人口的目的第30章是为着要奉献，是做会务的使用吼，好来性命的赎金啦吼，咱知影讲，就是出埃及之后
用那像咧赔偿上帝迄种性命的钱安尼吼，大概是安尼吼。好，人头税，咱拄则咧讲，就是即个照一个人爱缴偌济吼，咱来个称为人头税啦吼。好，这个都重复版写哦，来，这重复起吼。好，30章17节开始吼，这到22这写毋对吼。上主对摩西讲：“你着用铜做洗长的盆仔，甲盆仔做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吼，内面滴水。阿伦甲伊的囝要伫遐洗手，吼，这是咱前边国栋问过咱咧讲的，这个是30章讲吼。但是那个洗濯盆呢，毋是干那洗手尔定，后壁佫讲啊，引入会幕。是伫坛前服侍，献用火烧的祭物互上帝、上主的时，着用水洗洗啥？洗要烧的祭物，着安尼，才免死啦吼。因着安尼来洗骹洗手，才免死。嘛着做阿伦甲伊的后代，世世代代永远的规律吼。所以咱知影伫外面遮的器具，拢是用铜做的吼。洗肠的盆，也是迄个献祭的炉吼，这个这个坛共款，位置是放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吼。祭坛是咧烧物件，会幕伫遮伫中，这有洗濯盆吼。好。祭司洗手吼，提供吼咱嘛知影着爱洗要献祭的物件吼，洗献祭物件祭物洗互清气，才免死安尼吼。好，22节到33节，上主佮对摩西讲：你着取上顶的香料，这是咧讲香料的做法啦吼。香膏就是流质的流质啦吼，流质的木叶6公斤，香的肉桂3公斤，这是咧做香膏哦吼。香的菖蒲。做3公斤吼，桂皮吼，肉桂皮6公斤，拢照圣所的公称以及即个橄榄油4公升，照做香料的方法来调和汤抹的圣油，所以这个是特别要高抹的即个油。所以伊爱有特别的做法，有照规定遮来做吼。佮用即个油抹伫会幕甲约柜甲桌顶所有的器具、灯台甲灯台器具、香坛、烧化祭的祭坛甲所有的器具，以及洗肠的盆甲盆座，你着甲因分别做成，用迄个香膏来分别做成。因逐摆开始要献祭进前，要伫会幕内底服侍上帝进前，因着拢爱安尼做吼。除了香坛的4角头是用会抹以外，着爱用即个油吼。所有的器具拢爱，你着甲阿伦甲遐个囝抹油吼，搁一摆高抹，互因分别做成做祭司来服侍我。这是咱29章看到吼。你着甲以色列人讲，即个油。买伫恁世世代代做我的圣油，毋通倒伫一般的人的身躯，嘛毋通用即个调和的方法，做亲像即款的油，因为即个油是圣的，恁着甲伊当做圣吼。所以即个敢若会当伫会幕使用尔定，即个高抹的油，互祭司使用，互遮的器具来使用。拢一般的人袂当来用安尼吼，所以制作甲圣油共款的油，是用抹祭司以外的人，拢对人民的中间甲伊嫁出啦吼。这是足严格的一个规定吼。咱来讲，这是足上等的香料啦吼。为什么叫上等的香料？就是伊所用的材料因为安尼，伊的价值足悬，甲当初是黄金差不多平有价值安尼吼。伫圣所内底高抹的油规定照安尼来做吼。好，所以伊是用流质的木叶啦吼，所以迄是咧做香膏做香膏。所以22节到33节是咧讲到高抹的香膏咧讲的吼。这个无共款啦吼。
好，鎏即个物药，物药是伊所用的即个物件，啊，伫遮因搁讲甲因有做一寡研究，做这物件吼，哎，这是物药是一种树的荚啦吼，香树的那个树脂吼，树脂吼，啊，即个芳的肉桂吼，啊，咱知影即个肉桂丸仔是真对当地时来讲真歹处理的，因为爱对亚洲即边来摕过去的吼。好，过来伫即个所在，咱知影大概伊的即个材料甲所有要安怎做的物件伫遮吼。好。照烹调的做法啦，着爱抹吼，来互遮的所有要服侍上帝的物件，包括会幕本身哦吼，会幕本身甲内底所摆的遮物件，拢爱互伊膏抹，然后成圣吼。所以抹阿伦祭司甲伊的囝，甲因的世世代代拢安尼做吼，所以因以后着拢安尼做啦吼。好。34到38，上落尾咧记载就是迄个，咱拄则讲迄个香坛内底香要安怎做啊？即个无共款的物件吼。上主对摩西讲，你着摕苏合香香梨甲白这松香，我煞袂记咧。遮个香料做顺的乳香逐项饼仔称重吼，饼仔重。用制作烹调的方法做香，佮用盐来调和，盐足重要吼。伫遮是互遮物件稳定，互伊会较好烧吼。我后壁会甲咱讲吼，佮互伊来清气圣化，你着摕一束遮个香研做粉，下伫会幕内的约柜内底。我要伫遐甲你上会，恁着看这做至圣哦，至圣看做圣哦吼。恁毋通照即个方法为着家己做香，着看伊做成归互上主。若有人制作共款的香，要偏芳，着对人民的中间家己计出，这规定真严格啦吼。所以你会知影讲，遮的香料嘛是足贵重的材料，要来做遮个香料吼。遮香料甲头前咧做香果的香料有小可无共款吼。伫遮香料有小可咧讲着有小可甜甜的味，吼，甜甜的味。伊是一个咱咧讲食物的菌，遮个芳料的菌磨凝出来，但是有小可甜味，但是头前迄个敢若普通的香料尔尔，吼，这是无共款的吼。所以逐种的香料伫遮，有咧讲吼，好啊，本讲拿佛他啦吼，这个苏合香吼，一种物药吼，一种物药啦吼，提炼出来吼，所以足咱讲真贵重、真歹处理的物件吼。即个一种贝类的香料吼，安尼讲凤梨的即个物件吼，所以咱大概无法度知影讲迄到底是咧创啥物货吼，但是就是讲因当初是伫因遐摕着，还是讲当初是因为有交易的关系，有进入，比如讲是即个物件对阿拉伯的南边还是印度，因有进去安尼吼。即个物件来用吼，四种来比率拢共款，1比1，1用盐。咱种盐有洗清气，有稳定，会帮助会当较好烧，也是讲咱知影盐会当保存，会当稳定嘛，互伊保鲜吼，互伊保鲜做法当然甲头前咧讲的是共款的做法啦吼，但是遮呢爱凝互变做粉，爱较好烧吼。伫即个所在香料、香膏拢是真贵重的。列王记下卷20章13节这个中文的圣经讲，西西家顺使者的要求将即个伊的财宝内底，你看金银香料、贵气的油，这是甲金银同列做珍贵的东西，放伫伊的库房内底啦，库房内底吼，所以真贵重吼。这伫会幕内底专用而已，袂当用伫咧外口吼，是甲上帝会面的所在，要甲上帝见面啦吼。所以
用安尼专心专意来摆咧伫上帝面头前的物件，才会当显伫上帝的面头前啦吼。好，拄则咧讲到上联部甲妇女部即种人头税的部分吼，牧师咧讲即个是一个额外吼多出来的，是因为咱伫长老教会总会的规定就是，咱用教会的即个经常费的比例吼2%来交总会费。那我们几位牧师一直认为说，特别是台北中会，感觉讲，这个上联部收这个，甲妇女部收的，这因为总会的上联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安尼收啦，所以一直下来这个是不合理的地方了这个叫做多收的了这个多收的这嘛是一直咧用体制来希望伊会当改革的一个，阮安尼努力互伊财务比较正常化安尼啦好，这是题外话，小可甲恁讲一下好，到这有要问的，还是要迄落无？要分享的无？试看，好，安尼有没有问题？我知道大家都很客气，要问，要分享。牧师，是，我会使请问咧，迄落迄啥物咱台语讲稀微有无？什么物件？就是台语，咱若讲稀微，国语要安怎翻？倒一个字，这个你搁讲一解。咱台语咧讲稀微啊。稀微国语要安怎翻？稀微。就是。我想你的意思我咩？我的意思无啦，我是今日在厝诶，甲阮查某囝咧开讲啊。就咧讲即间厝足大间诶吼，住落足稀微诶。伊问我讲稀微，国语是啥物货？我煞讲袂出来。我这样理解。无长老，你敢有想法？寂寥可以解释成寂寥。寂寥寂寥是什么意思？寂寥，寂寞啊，寥就是很 lonely。寂寥。稀微。好。稀微。有一点空虚的感觉啦。空虚的感觉，好，谢谢。对。这是题外话了。没问题，都可以。好，谢谢。牧师，其实我有个问题拍谁外地亏家担心，我刚刚听到那个有关人头税这个议题这个人头税这个情况，不会造成一些困扰吗？就是因为这个是有点像会费的感觉，是不是？对。那就很像俱乐部或者是社团的感觉了，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我在上个月的在长职同工会的当中，我也特别提醒我们双联团契跟妇女团契，我们有收会费。那有收会费的人，他缴会费的人，他就可以享受一些团契里面的福利补助。那没有的人他就不行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一种像你说的俱乐部或是那种外面的社团的那种感觉，那就会比较会让一些新进的人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被接纳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总会讲这个东西要取消。而且我们那反而应该是要用奉献，就是固定的奉献缴入之类的吧？其实正常来讲说，我们已经有比如说在年度的计划里面，我们团契有编预算嘛。那整个会员合会接纳了之后，我们的预算就是已经在教会整体的经常会的预算里面了，所以
你有没有指明为哪一个团去奉献？其实到最后都是叫做经常费。了解。对，好，了解。这个就是我们要慢慢去调整的一个部分啦。对，好，谢谢。对啊，当然要鼓励奉献了，但是我们把它制度化变成会费的话，我觉得在带领团契当中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好像不被接纳那种感觉。是，这个是制度的问题啦，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下子说我要改就改这样子。对，谢谢你。但是我们台湾长老教会应该不是这样嘛？对啊，我说这个很奇怪，我们在所谓的中总会负担金的百分比例之下，还弄了一个人头税，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我们认为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处理方式啦。可是这是从总会的松年委员会跟妇女委员会下来的，所以中会也这样跟各教会的团契收，所以你注意看哈。所以你注意看，我们现在在中会的大概松年部的聚会也好，妇女部的聚会也好，大概都只有一半的教会参加，一半的他干脆也不交，就不参加了。这反而会阻挡一些参与的那个。没错。了解，而且你一旦缴了会费，他就会开始批评说你这活动办得好或不好啊，我缴这个会费值不值得啊之类的。对，就会开始有这种判断或者是 judgment 出来了，这样。对。好的，好，谢谢牧师，谢谢。好，还有问题无？好，无咱就今仔到这，咱请连长就带咱祈祷好无？好，咱来三个人祈祷。每天当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这个暗暝，你互阮过一遍主经，通过牧师来讲解出来求记，阮这中间来当得到一寡阮甲上帝你的关系，以及当年摩西安怎来规定，互因会当搁较通过在这事较亲近你，主求你继续帮助阮，因阮的智慧以及阮的各方面有较能正，就是求主你帮助。阮知阮哪做才当得到主的欢喜，而阮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中会，无论总会，拢会当搁较谨慎伫上帝你面前。阮通过阮的努力，互福音继续来传播，互做人起来亲近你，成做你的囝儿。我来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拜拜。